今早起呢，在高雄國際機場有一個已經入台灣籍的越南新住民，因為伊的簽證過期，航空公司就拒絕伊上飛機。想袂到伊就起倆講啊，甲這櫃台物件攏掃掃落來，關鍵去甲擋，想袂到閣互伊拍，當場就甲壓制飼佇塗骹，伊照着現行犯，按照妨害公務罪，甲移送高雄地檢署偵辦。高雄國際機場內底，一個查某人佇航空公司櫃台頭前吵吵鬧鬧，無論地勤人員安怎靠墾攏無效，已經失去理智的查某旅客，毋但甲咱櫃台物件攏掃落來，甚至連員警來靠墾也互伊剝幾落下。警方看毋是勢，只好強勢壓制。你造成查某人失控的原因，敢若是因為簽證過期，航空公司拒絕甲載。有民眾看到畫面講，這行為實在無必要。這樣的話就很丟臉吧？很丟臉。對，如果我的話，我就回去陽光中心，中來的班，中來班的，然後回來睡就好。警方表示，這個越南籍的查某人已經摕到台灣的身份證，因為甲翁婿離婚，佫無透露，就想要登去越南，所無注意到家己的越南簽證已經過期，航空公司照規定處理，拒絕登機。查某人情緒失控，佇咧機場內佫出手拍警察，落尾警方也按照現行犯，以妨害公務罪，甲人移送高雄地檢署偵辦。攻擊員警的臉部以及腰部，並抓扯員警的衣物，並試圖搶奪警用裝備。員警見狀，依法使用強制力將其制服並上銬。後續支援警力到場，將涉案旅客以現行犯逮捕。照規定，民眾要入境越南，會當申請一屆型的，還是一屆型的簽證。不過，無論倒一種，一定攏愛佇咧期限內。因為航空公司若是違規在簽證過期的旅客，除了愛互罰錢以外，旅客嘛會互遣返。記者柯家族邱超陽高雄場報道。